观众朋友，较早欢迎收看今仔日9月15日公司早起新闻，我是杨淑晴。先开始来关心所罗门群岛甲台湾邦交出现危机，现在传出中国后一个标准的台湾友邦应该是海地。南华早报报道指出，中国海地贸易发展办事处常驻代表王向阳顶礼拜接受海地报纸采访的时阵表示，假使海地会当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北京愿意建立国甲国之间的关系，加强甲海地的政治、经贸、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合作。不过，台湾外交部澄清，台湾甲海地邦交稳固，各项合作顺利推动，并无断交的疑虑。继续来看到总统蔡英文趁到中秋连假去嘉义甲台南参访，受到支持者热情欢迎。针对到台湾学者和中国扣押一冬话，蔡英文严肃呼吁国人爱注意家己安全。明年1月11号，你一定投给蔡英文，安尼好不好？一定投给蔡英文，好不好？替家己也替立委蔡英文来邮票，总统蔡英文到嘉义太保市拜庙，来到民进党完全执政的嘉义县，除了县长王忠良陪同，要初选支持前行政院长赖清德的太保市长黄英利也出现来徛台，表示整合成功。杨国蔡英文暗时出席台南后壁暗会，今日是初选了后头一摆甲赖清德同台。我们的沟通是没有问题的哦，是蛮顺畅的哦。我们也会在我们整个党团结的最高的原则之下我们都会通力合作。蔡英文强调，民进党团结通力合作，拼选举更加爱拼国政。面对南台湾两岸关系协会联合会主席蔡金秋因为国安理由，和中国羁押1年外，蔡英文也提醒民众爱注意。进入中国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人身安全那对于这个我们所熟悉的这些法治国家的基本的人权的保护我们已经都很习惯了，但是在进入中国地区的时候必须要特别小心。规工伫嘉义甲台南走行程，蔡英文所到的所在，拢有不少支持者到现场，也拍出政绩牌，一直宣扬3年外来执政团队的努力成果，也一再甲支持者向心力甲鼓调咧。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伫中秋假期去台中国公庙参拜，台中市长罗秀燕嘛到场展现国民党团结的气势。另外，媒体问到敢会甲前新北市长朱立伦进一步来合作，韩国瑜回应沟通的管道真顺。真侪人伫庙埕咧等，心情激动话口号。台中市长罗秀燕也早一步伫遮等，就是为了要等待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韩国瑜一到场，现场是热扑扑，短短50公尺，客家10桶桶，大话韩国瑜当选，而乌派立委颜宽恒甲台中市长罗秀燕搁同台，伫郭台铭宣布推动后合体。罗秀燕讲，就是要展现团结气势。想那对咱国家好，想那对咱台中市好，为着咱的市民好，我就会支持。谢谢我们台中市的大家长卢秀燕市长，终于燕子跟秃子今天合体喽！虽然无参考是毋是要叫台中市竞选总部主委罗秀燕用行动力挺，而韩国瑜表示对罗秀燕力挺点伫伫心肝头。而被问到加前新北市长朱立伦是毋是有进一步合作空间，两人拢表示沟通真顺利。我跟朱立伦市长沟通的管道非常顺畅，我跟朱立伦市长对台湾的未来有共同的忧虑，对台湾的下一代有共同的关心，随时都可以保持密切的联系。那没有存在没有发生的事情，来造成韩市长的困扰，造成来攻击朱立伦，我觉得都是不必要的。今天我们国民党需要的是大家能够团结胜利，总不至于说骂完马英九之后要来骂朱立伦吧。
朱立伦呼吁唔通透过媒体放话，造成党内困扰。不过面对外界对韩祝会呼声真悬，却迟迟无结果。加上郭台铭系统党内如何团结整合，对韩国瑜的总统之路，有关是一个考验。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台湾受到太平洋高压减弱影响，今日迎风面落雨范围会比昨更较大。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花莲、台东以及恒春半岛有小范围的短暂阵雨。今日上午，中南部地区受到极地环流影响，有机会发生短暂阵雨。午后热对流影响范围扩大，嘉义以南以及各地山区拢要注意，午后热对流可能带来的短时间大雨、雷公震啊、中风等现象。在气温方面，各地透早上低温度大约在25至28度，日时高温在31至34度之间。紫外线指数容易达到过量，甚至是危险级。继续来关心体育消息，中华职棒在昨暗甲中信兄弟统一赛的比赛，用将近7点钟才将比赛拍完，最后统一赛以11比10赢中信兄弟。这场对昨下晡5点开始的比赛，因为大雨影响，比赛暂停2届，总共用将近7点钟才拍完比赛，是中华职棒历史上拍上久的纪录。但是根据目前中华职棒大联盟计算比赛的时间，必须扣掉暂停时间，所以未当列入官方纪录。不过两队的比赛真紧张，最后统一赛以11比10赢过中信兄弟。继续来看到台湾高龄人口愈来愈多，不少人为着照顾时代，所以爱洗头路。现在就民间团体伫网络连署推动180天的长照假，前30天提供6成的薪水。不过这牵涉到财源甲人力，劳动部表示爱收集意见。公园电来看到外籍看护来杀到老大人出来活动。近前来政府也公布台湾人平均寿命已经达到80岁。为少青壮年拢有照顾厝内底是大人的需求，有的人是请外籍看护来顾，像是陈小姐因兜有86岁大家，就算有请看护，家己医院需要休困一下。我们遇到的困难呐，就是可能他在要回去的这个空窗期，就是没有人可以来替代这样子。年纪很大，小孩子他变成他也没办法出去工作，要留在家里照顾的也有。根据卫福部统计，全台湾有13万人因为照顾厝内底人而离职。家庭照顾者总会推动联署立法，10年内应该有180天长期照顾的安排假，前30天会予伊6成的薪水补贴，也有后续有150天永春秋的无薪假，希望会使学到日本的长期照护假。互照顾失智症的这个父母的子女有93天照顾假，也会予伊6成7薪水的补助。不过，这项网络联署对7月到9月只有800多人呼吁联署，无达到联署的标准。劳工并不想要请假，他们现在问题就是大家不敢请假，就没有机会去打1966，没有办法使用长照的资源，这是非常可惜的。是建议是30天是一个块状，特别是用在家人刚倒下那个新手阶段，因为他需要打1966，他需要等照专进加护评估。即阵咱国如讲一年有7天的家庭照顾假是并日数假计算，也过头家员工因为请这个家庭照顾假，就爱互伊全群。劳动部讲，长期照顾假若是提供6成的薪水补助，这牵涉到经费，也个有人力是毋是有够，影响在边是真大，需要搁再收集多方的意见。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今仔日报纸有报道啥物大代志。首先是联合报，劳动部追踪过去5届机能竞赛歌手的出路，发现因从事行业前3名是批发零售业、制造业加教育业，受雇者平均投保薪资是32102块，只比大专毕业生低700块。自由时报，健保署统计，最近3年来，个人被诊断有脂肪肝的人数对142000人增加到10万人。
16万8,000人，男性关过女性，其中以40岁到69岁占7成上悬。以流行病学研究性行率推估，潜在需要确诊的人数恐惊高达600万人。中国时报苗栗县泰雅族文明国宝歌剧团最近因为肺炎进出病院8外天，第昨透早过往，享年97岁。目前伊的大体已经送回去部落，歌剧团的离开，嘛代表全台湾文明国宝子孙华人赛德克族的林弟妹。继续来看到香港反送中相关报道。第昨下晡，香港九龙发生支持警察的群众伫商场甲反送中的群众起卡动手。另外，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9月13伫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做谈会，嘛拄到中国留学生雄雄站起来唱国歌。起来，起来，起来！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这是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13号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座谈会。无想到座谈会结束进前，中国留学生向徛起来唱国歌，场面煞变甲真热闹。黄之锋随即离开。中国甲香港的冲突一直加深。7月拄卸任的美国前驻香港总领事董伟康，10礼拜4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针对香港一国两制危机演说时讲，香港是中国一部分，这点是免怀疑的，无需要对异议言论伤过来注意，并且呼吁北京和香港政府更加注意空间来处理这阵的政治危机。Maybe it means giving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he flexibility to respond more quickly and more directly. And more convincingly to the concerns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Let's China be confident in Hong Kong because it's ours, right? 不过国际呼吁伊万无度来改变这阵的政策。14拜六下晡3点，支持警察的300外位中年人士一跑到九龙湾到大商场，摕着武旗旗。也过有无认同的群众大话讲等于大了，双方骂来骂去，尾后就安尼拍起来咯。有一寡店头光阴关起来，警察进驻维持秩序。不过双方冲突是一波杀一波，爱国人士甲追求自由民主的群众对立，好比亲像一国两制所衍生的矛盾拢无停止。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反送中运动每礼拜拢有集会，昨下晡有中学生伫中环发起的营会资金集会，有学生无法度接受警方滥用权力，所以站出来抗议。希望咧，我哋。香港最前线示威者雕像被大家立起来，倒手提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乌旗，表示香港中学生发起的营会资金集会开始。周六天水围的这个游行以及周日民政发起的游行都被发出反对的通知书。这一场由中学生发起的集会相对平和，学生们呢上台表达自己的意见，抒发自己的想法。台顶中学生讲出参加反送中的经历，临时识别蓝龙墙，打着唔通分裂、乌警拍人字句，大作当中个人写，境外囡仔特別硬白。原本啲孩子咧個個都好乖嘅，係咪啊？就係因為你而家你搞到香出呢條條例，搞到我哋啲孩子個個打你又打，但係拉咗去我哋係見唔到係做乜嘢嘅。身為一個香港人撞唔出嚟為香港發聲嘅話，其實就會可能日後真係冇機會咯。喺現場也有學生組織後勤隊甲臨時醫療隊，至於高三學生講，5年前雨傘運動啥物攏未當做，這擺總算會當盡一份力。现在我有能力，我有这个知识，还有我有那个抱负，所以我就走出来。我在思考，为什么警察会这么打人呢？主动为成一点讨论看到、听到的，并且反思，也个社工斗阵开讲抒发情绪。公庭上的集会正做行动构成，是辅导课也是公民课。记者综合報道。今仔日就是中秋连假最後一天，高公局預估，國道今日中晝過後就會開始塞車，提醒用路人愛提早出門。
高公局表示，今日国道总延车公里预估达910万车公里，是平常时的1.3倍。其中北向交通量会达到6400万车公里，是平常时的1.5倍。国道北上9个路段，伫今日中昼过后，恐惊会出现塞车。另外，国道5号头城往白南透早10点就会开始塞。高公局建议，要当北部的民众利用上午提早出门，或者是行替代道路。行政院9月初推出第2波国旅秋冬游奖励方案，经济部对9月16开始，过暝房间会加发夜市仔礼券200块，不过屏东县的夜市仔却袂当使用礼券。讲到台湾的小吃点心，第一个想到就是夜市仔。为了要引进旅客大大减速，刺激观光消费，行政院伫个国旅秋冬旅游奖励方案，加码分夜市抵用券200块。屏东县的水工夜市本来有登记，尾也搁退色，所以抵用券伫屏东无所在通用。券不是现金嘛？伊管理委员会若要阮换，当然好啊。伊若我嘛爱听伊啊。夜市抵用券加国旅补助方案白做伙，爱先申请段数补助才有抵用券。屏东无夜市通用，顶有来耍的游客就要到南区其他县市是夜市才会当用，恐惊会失去带动地方经济用意。屏东县府讲会向经济部征收放宽消费的限制。这个夜市券的使用，我们将要强力建议它必须应该要扩大它的一个区域跟使用的业种，这样才会让这个夜市券的使用在流通上会更为便利、更为有效率。虽然屏东有真侪真有名的夜市啊，不过黄国伟讲，像垦丁的大龟夜市无符合法令规定，所以无列入名单，会继续加各大夜市沟通，担任辅导的角色。虽然16正式分抵用券进行赶背付，不过补助方案会一直到12月，希望以后会当放伫咧名单内。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大平湾的红树林湿地公园服务成果真好，最近嘛，给民众进行游艇体验，推出生态的深度旅游。大家搁独木舟豆豆出发，进入红树林湿地，哪看风景哪个船，让人心情真轻松。屏东大平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用10多天的时间，成功服务6个人工湿地。最近开放2.5公顷的红树林湿地，佮推出独木舟深度体验，让游客唔但会使看到海加东、蓝里等等的事物，佮通看到岛礁。很安全的又很平静的一个水域，发展多样性的一个水域的一个活动啊，所以今天特别就是用独木舟的方式，因为它可以透过慢游的方式来体验大平湾的美。大平湾特别的内海水域适合过独木舟，今麦佮结合下海大桥下开红树林生态观察，实在是一兼二顾。游客嘛讲，伫遮过船啊，那像是伫国外度假共款。让我回想到好像帛琉也有红树林啊，透过独木舟来体验，这个感觉非常相似。所以来大平湾好像也不用出国，就可以享受那种感觉了。啊，很舒服啊，而且不用出国就可以感受到那个很像度假的慢活。让这边来做进驻。所以他们的场域其实是安全的，而且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大平湾管理处表示，独木舟、红树林探索、水域体验等等的活动，未来会做更较完整的规划，开放多元丰富的导览，望提升地方的生态旅游价值。记者综合报道。著名美术馆开幕到现在已经满20周年。81岁雕塑大师朱明特别展览用5000多吨的古定木所创作的太极系列新作品。以定位大5000多年的古家当定木创作的太极拱门，是现代雕塑大师朱明的上新作品，保留定木的古朴外观甲特色，用较少的切割雕琢。凸显球体也强调生命力，这也是过10多年的太极系列大型作品。这一件让我最感动，因为他是祖先来的呢，他是跟皇帝对同一辈的东西的木头，你看有多珍贵，所以要刻就比较心情就比较沉重一点。
朱明表示，古题目是有朋友发现的，因为相当珍贵，伊创作时阵是真仔细，作品用了10多天完成。在朱明美术馆成立20年特别展出，已经81岁，伊笑讲会继续创作，无要退休啦。做艺术家不能休息，也没有退休。我老婆嘛讲，80几岁了，要退休了。我想一想，我没有听过艺术家在退休了，还是要刻下去。朱明之前才得到总统文化奖，即摆真欢喜博物馆有愈来愈多国际观光客来欣赏。即摆为了庆祝开馆20年，以前伫开幕表演的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伫因退进前再度宣扬舞者演出，配合光雕，呈现美术馆的光影之美。记者综合报道。高公局今年超级跑车条款要以车价甲底盘悬度作为团购的基本费，分4级，每一级征收2000块，上悬会当收2万块。跑车的底盘价伊阁真贵，一般的拖吊业者毋是无设备通去拖车，就是惊伤着车，反倒当爱卖人。去年国道北发生连环车祸，其中一台上千万的跑车爱等到专用的拖吊车才法度拖走，造成国道大塞车。即阵高公局建议超级跑车的条款，若是跑车伫国道歹去，基本拖吊费上悬应收2万。比较低底盘的，还有一些东西它的车体比较昂贵，所以在拖吊业者部分，针对这样子一个车辆部分，他们在脱臼的一个意愿上面可能就会比较低，也怕损及的这些车辆有一些消费争议的一些行为的部分，针对这样子一个超跑部分的一个脱臼费率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个研定。超级跑车条款是以车价也阁有底盘的悬度2项加做拖购的基本费的定标准，有分4级，每加1级是加上2000。底盘分做9.9公分以下，10到11.9公分，12到14.9公分，也阁有15公分以上。而车价分做201万到500万，501万到1000万，1001万到2000万，也阁有2001万以上。估计的来讲，车价若是2001万，而且底盘在9.9公分以下，拖吊基本费将收2万。学者是赞成的，不过也强调拖吊业者的设备甲技术要确实来提升。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超跑的车主会不会愿意让一般的拖吊车来拖？他必须要特别去找到特约的或者他比较相信的拖吊业者。所以呢，我也建议这方面可以去做一些加强联系。高公局希望讲用加收费用来促使业者愿意来拖这个跑车。不过学者也认为，业者是不是有能力，让跑车车主放心，可以拖车，这也是一个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市民大多时段被号做巷肉一条街。今年初，北市环保局伫当地装设空气品质监测器，未来嘛会增加监测器的数量，包括市民大多巷肉店、南港区、内湖区等营建工地，拢是监测的重点。中秋连假未少民众会去巷肉店巷肉。台北市市民大多时段规条街啊，就是热门的食饭巷肉的所在。不过规排巷肉店楼顶就是徛街，10几年来，互民众是真困扰。虽然店头有设置排烟管，不过我伫个窗仔边，有民众讲，就伊所知影有4户因为被砍的这个油烟味陆续搬走。里面抽烟啦，什么味道都跑到那个管子出去了啊！哦，这个是我前后壁呼叫，晚上窗户都不敢开啊，搬走住户出去了啊。像我没有房子了，而无奈也住在这边啦。很困扰，不敢开门，对，蛮重。今年初，台北市环保局在市民大道定被检举的巷肉店外口设置空气品质微型监测器，每3分钟会有一笔数字上传到监测平台，浓度一旦出现无正常的情形，轮值的稽查人员就用及时到现场了解状况。最近这几天，其实也有高值的状况，可是我们人员到现场发现是附近民众在烤肉，这些场所呢，他很清楚的知道说，我们随时都在看着他。然后他也不敢掉以轻心，所以只要有任何的动作，他都随时想到他应该把污染防治做好。环保局讲，微型监测器比空气鸭肉较精较贵。伫今年的试办计划，台北市总共安装20台。最近，伊阁甲环保署搁再申请到经费，会伫市民大道4段继续来安装。
而开始出现露天小本数的管道平原，也有写要南港内湖区这营建工地，总共会再加装100台。若是查到具体污染事实，会依法来告发。也过有民众烦恼，业者只要将空气污染排放控制伫个标准值的边缘，依然未用发掉。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天气。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3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2度。华岛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公视早起新闻，咱再会。